Hello，各位九龍東嘅朋友，黃大仙嘅街坊，我哋嘅東頭東尾嘅叔伯兄弟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啦嚇，咁而家係錄影嘅時間，係5月12號嘅512，咁首先祝我哋嘅前呢個嘅港督啦，彭定康先生啦生日快樂啦，祝福佢呢個嘅即係呢個萬壽無疆啦，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咁樣，希望佢家庭幸福啦，一生平安啦。大半世人都係為咗香港而奮鬥，而喺呢個嘅國際社會度發聲，站喺正義嘅一方咁都係多謝佢512。大家要記住呢個日子咁樣，係我哋嘅彭定康先生嘅生日咁樣。佢對我哋嘅恩惠。佢如何將香港繼續保持喺都係喺當年即係以前係回歸前將香港仲係保持喺呢個嘅亞洲四小龍嘅名列前茅嘅位置咁樣噶嘛，佢係功不可沒嘅。反觀換咗支紅色旗之後呢28年，香港成為係點嘅樣子呢？我同你都心裏有數。亞洲四小龍排名第幾呢？大家都心裏肚明，係啦，心知肚明咁樣，係啦咁樣。好啦，啱啱仲回咗國啦，佛誕嗰日啦，係太平清醮佛誕嗰日就係翻咗去回國啦，香港就一片死城啦，呢個太平清醮就衝入去廣州，衝入去長洲嘅人呢，8成都係大陸人喎，但係得2成係香港人入去睇嘅啫。但係入邊呢，嗰啲商鋪又話，哇，好似去咗深圳咁樣，但係個個都普通話嘅咁樣，去睇太平清醮啦，去睇呢個飄色巡遊啦。但係飄色巡遊呢，嗰啲樣呢，就以前呢，起碼仲有可以諷刺時弊嘅，因為而家就好多嘅枷鎖就掣肘住影響咗啦嚇。變咗係即係嗰啲枷鎖，大家都心裏有數啦，係咩枷鎖？搞到大家係送殯咁嘅面口，個個都係即係愁眉苦臉嘅，冇得去到好暢所欲言咁可以諷刺時弊嘅，嗰啲飄色巡遊已經絕咗跡㗎啦咁樣，所以就係一個佛誕，一個呢個太平清醮，搞到好似靈堂咁破地獄㗎嘛，咁點算呢？即係我哋嘅香港咁樣，阿眾就冇眼睇啦，回國啦，即係特登有幾日假期可以休息下，短休下，不過都回國啦，去咗台中，我哋嘅中華民國六都台灣省六都之一台中市咁樣，喺台中市清泉崗落機啦，了解下真係嗰個正所謂大罷免風潮嘅我哋寶島嘅狀況係如何啦咁樣啦。翻到去回國翻到去首先見一見親戚啦，亦都係了解一下南部嘅情況先啦。永遠都係㗎啦，有啲咩大動員啊、大嘅罷免啊、大嘅大選嘅陣營嘅對峙嘅時候呢，藍白同埋藍綠兩軍呢，就會係互相交位嘅。陸軍呢就會係北上去到呢個嘅坐鎮啊，睇下點樣有咩可以幫到手啊。藍色嗰啲呢，就下就全部落晒中南部啊。屌你話罷免都冇，咪罷免你下面嗰啲咯。所以就大家都係嗰個叫做嗰個關係都係比較係喺香港睇落好緊張啊！其實咧去到咁樣咧就一切如常嘅，但係有一啲叫做嗰啲彩票公司台灣嗰啲台灣彩票啊，嗰啲叫做刮刮樂啊，嗰啲叫做639嗰啲開彩票嗰啲咧，有某幾間係綠店嚟嘅，有好即係我睇到好少嘅，有一個將個像咧，將個叫做長壽像咧，就笠咗頂帽大罷免大成功咁樣，又有啲插住啲旗咁樣嘅，插咗啲旗喺後面嘅，即係嗰啲人係綠到傻咗㗎啦，嗰啲已經係綠到，因為你彩票公司彩票公司你係中立㗎嘛，大佬，即係你有冇見到香港馬會大佬棟住嗰啲大佬5星紅旗嘅？大佬你即係有冇見到香港馬會有某一啲叫做可能係藍店，可能係咪呢個馬會係咪黃大仙嘅馬會係咪黃店呢？係咪即係會唔會咁樣嘅呢？所以就
值得深思咯。咁啊聽我嘅親戚講啦，咁啊喺高雄啦，亦都係嚴陣以待嘅。高雄嘅南軍啊就傾巢出去上咗北部啦，咁啊叫做幫手啦、宣講啦、周圍宣講啦，即係尤其是我嘅朋友李明璇啦，靚女啦，咁啊雖然輸咗立委啦，咁啊但係佢都係。即係呢個嘅國民黨，即係我哋 KMT 嘅一個幾重要嘅發言人嚟嘅，咁啊對外發言人嚟嘅，可以副發言人嚟嘅，咁佢去咗台中宣講啦，跟住就再去咗我喺咁啊繼續聆聽啦，咁啊台南嘅事情啦，點樣罷免黃定宇啊嗰啲啊，大家都係好緊張嘅，咁啊去到而家就溫和嘅綠色咧。就反而咧就冇乜點樣參與大罷免嘅運動喎，即是話係蔡英文的係啊，或者係以前呂秀蓮啊，都即係佢哋的係嗰啲，即係而家係得翻賴清德即係孤軍作戰，咁啊大佬咁啊，但係挑起戰事，咁啊呢個嘅游錫堃都叫做算啦，我唔理嘅，我理唔到咁多，游錫堃都去咗旅行。呢個嘅前立法院嘅院長啦，咁啊游錫堃啦，咁啊都去咗旅行啊嘛，去咗首爾，去咗南韓玩啊嘛，玩10幾日咁樣，咁啊同家人啦，咁啊叫做即係要叉電都好攰，大佬你國內嘅事情都島內事情都好麻煩。咁啊第二日啦，咁我話北上啦，去咗即係原本係諗住北上去先去基隆，再去即係無奈時間唔夠啊！即係個人要叉電，個人要休息，即係要唞，要喺酒店要休息咁樣。咁我變咗係中午先嘅起步啊嘛。咁點知即係我坐台鐵啦，咁啊變咗係冇放棄咗冇去基隆啦。如果我第二日咧咁啊6號去咗基隆嘅話咧，咁啊犀利啦！哇，基隆好熱鬧，因為新北市市長侯友宜就嚟拜訪謝國良市長喺呢個嘅基隆市政府入邊，咁所以就係嗰個基隆市咧，嗰個警備廳啊，嗰啲陣容啊，嗰啲交通嘅嗰啲管制咧係趨向嚴格少少，咁所以就係話我冇去都係啱嘅，咁啊大佬唔好阻住大人一見面咁樣啊嘛，即係兩位市長大家交流咁啊，即係可能你黃國士咁啊可以要睇睇謝國良謝市長個 Facebook 咁啊叫大家係見面，係一個叫做交通市政嘅交流咁樣嘅，咁啊去到都係為謝國良打氣咁樣咁啊，都係多謝侯友宜市長啦，咁啊第二日咁我去北上咁啊，最尾我去咗呢個桃園嘅。咁啊拜訪咗咁啊同夫人就拜訪咗前荃灣區議員啦，賴文輝啦，咁啊亦都係感謝佢即係喺繼續喺寶島度都係關注香港關注佢社區以前荃灣嘅事務啊，一來又關注啦，二來又繼續佢嘅工作啦，咁啊三來咁佢又係好多好多嘅事情啦喺當地啦，咁啊叫做為香港人而發聲啦，點樣更加讓令到出盡能力，即係唔係話嗰啲咩好離譜嗰啲咩喪譜嗰啲咧，咁嗰啲叫做先有嗰所謂嘅幫到香港人，即係唔係話嗰啲即係而家去到喺咁樣嗰啲綠到不得了嗰啲 KOL 啊，即係嗰啲大佬啲咩即係以前咩嗰個資訊科技界嗰個立法會議員，跟住之後總之佢哋成班都係喺過咗去嗰啲，即係就親近綠色嗰啲就叫做幫到香港人啦，係咪先？即係你係喺寶島嗰度當地，你講一啲叫做有人即係叫做即係能夠人哋聽得入腦嘅，咁你起碼即係講人話咁樣，你之後睇點樣大家去磨合再傾咁樣噶嘛，咁啊亦都去見到賴文輝前議員啦，咁亦都係同佢食咗餐晚飯啦，咁啊食咗一餐台式西餐啦咁樣，咁啊亦都喺嗰晚嘅黃昏，亦都係仲亦都係參觀咗呢個嘅桃園市政府啊，嗰大樓好靚，美麗國旗高掛咁係啦走咁啊，所以就係期望桃園永藍天咁樣走，即係我哋嘅嘢青天白日滿地紅，真係一個
好有象徵意義嘅，咁啊我哋嘅青天白日12道光芒咁啊係啦，咁啊叫做即係吸收日月精華咁我行咗去，咁啊好大，咁啊亦都係好多嘢，好多嘅文件啊，好多嘅嗰啲叫做souvenir 咁係啦，可以去購買啊，咁有啲咩係代表桃園嘅感覺啊咁樣，咁啊亦都係嗰度。好多好正好多嘅美食啊，咁佢都有啲下午茶都食咗個蒸餃啦，咁亦都食咗蝦餃啦，咁又亦都飲咗佢即係我哋寶島嘅豆漿真係豆做好味過香港㗎，香港豆漿係即係揾啲粉嚟開嘅嘛大佬，就有嗰啲真係寶島嘅豆漿真係石磨豆漿啦，咁佢真係淨係獨立包裝添係啦，咁啊好好味咁樣係啦，我係爭嗰個紅茶未飲嘅啫，咁嗰個係啦，嗰個喺嗰個桃園市啊，嗰、個叫做好似3月嘅行過少少嘅就係嗰個喺個大商場行過少少嗰度係啦嗰度。咁啊第3日啦，咁啊真係去咗基隆啦，咁啊跟住就北上啦，真係再北上去到盡頭啦，去到基隆市，咁啊參觀咗去煙雨迷霧啦，咁啊好迷霧裏啦，最遠處吹來號角聲啦，不過就嗰度嘅近碼頭啦，貨櫃碼頭，咁啊聽到好多嗰啲叫做郵輪嘅泊岸聲啦，咁啊亦都係去到嗰度啊，去咗叫做同啊太太咁啊帶太太又去咗參觀咗個叫基隆塔啦，咁啊遠眺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啊最遠啦咁啊見到基隆貨櫃碼頭啦，咁啊再近啲啊見到我哋基隆市嘅啦，我哋正前方就喺呢個長榮桂冠酒店啦，跟住有個基隆大牌啦，白色基隆 Keelung 嗰2個字啦，英文啦，咁啊亦都係睇到成個好好嘅風采，不過就美中不足因為落雨嘅關係咁啊冇去到呢個彩虹屋嘅咁樣咁啊，都希望有機會再去補翻打下卡啦，咁啊都係香港人做嘢都攰嘅，真係太過假期又少，大佬因為咁啊所以再去完基隆啦，咁啊第3日啦，咁啊第4日就去咗呢個隔離就橫向啦，咁啊去咗彰化啦，咁啊去咗呢個鹿港啦，咁啊鹿港又係好多人去嗰度叫做天后宮啦，咁啊去到即係好多香港人啦，去咗嗱點解要去到阿仲點解要去彰化鹿港咧？咁啊，因為鹿港咧係以前咧係同我哋廣東人咧係有段淵源嘅，即係有段古嘅，咁啊仲亦都係分享一下啦。咁啊喺1949年啦，咁我哋嘅蔣委員長蔣總統啦，咁因為就係大陸就兵敗如山倒咁啊，即係大陸要準備淪陷啦，準備變色啦咁啊，所以就係話有好多廣東嘅廣北啊。韶關即係阿温太阿夫人嘅故鄉啦，仲有連州啦，仲有呢個嘅清遠啦，咁啊好多人咧嗰度咧一班人嘅人咧，同埋語員啦，咁啊好多嘅人咧，咁啊好多嘅將領咧，咁就多謝阿蔣委員長嘅帶領啦，咁啊最尾我哋係經過高雄港，咁啊去咗呢個嘅最尾就喺呢一個嗰個叫做彰化縣嘅鹿港嗰度咧。咁啊去到定居嘅，咁啊所以點解會有啲你會喺彰化縣嗰度咧？點解話兩岸嘅人民係血濃於水咧？所以話你一班嗰班咁啊，所謂嘅綠芝芝啊，所謂嘅嗰啲盲目撐綠嗰啲人咧，鬼知咩？成日都話台獨咁啊，讀乜嘢咧？你如何讀咧？咁但係人哋嗰度點解會喺彰化會有清遠雞食到咧？彰化縣係有清遠雞㗎。我下次再有機會去園林嘅時候，園林嘅時候咧，我之後先會再分享園林咪有啲咩人啊？園林亦都有我哋香港人㗎，係啦，我哋以前著名歌手羅文㗎，羅文嘅親戚啊，嗰啲喺園林㗎，我遲啲先再同大家傾嗰啲，所以阿眾嘅嘢咧，有時你要霸藍，你要撐綠冇問題。唔該各位有啲墨水，係啦，知道啲典故，之後嗰個地方風土人情背後嘅故事，係啦咁樣即係點解會有先去點解會去到鹿港，去到夜市，
去食我哋食啲最基本嘢啦，去食臭豆腐啊，去食嗰啲蚵仔煎啊，即係佢哋係好大塊嘅，佢係60蚊台幣咁啦，即係15蚊港紙一塊咁啊，都係好抵食嘅。咁啊，再食嗰啲串燒啊咁啊，紅豆餅啊嘛，但係佢哋嗰度咧有啲嗰啲叫做有啲入鋪嗰啲啊，入店鋪食嗰啲啊，有啲外省學海鮮啊，或者外省嗰啲叫做農家菜咧，即係台式外省農家菜咧，佢哋嗰度有叫做有10零間嘅，嗰啲係農家菜嚟嘅。嗰啲點解有啲佢將台灣養嘅土雞，就用清遠雞嘅做法去做出嚟，呢啲咪兩岸嘅人民嘅融和咯。成日就話趕絕陸配，人哋係因緣際會嘅因緣係配合咗，咁啊你一定係要俾個中華民國嘅國籍佢㗎啦。咁啊所以就係話你可以唔俾咩？大佬人哋陸配嚟到唔係貢獻咩？人哋都係靠佢自己雙手勝利雙手創，大佬拼搏都係為自己嗰個戶口啫，唔通為你綠營你餵飽佢？人哋都係帶咗大陸嘅技術過嚟。係啦，以前中華民國我哋嘅故國故土嘅地方嘅技術過嚟，就同用呢、台灣嘅土嘅嗰啲叫家禽雞隻啊、鴨啊、鵝啊，去到醃製一啲嘅食物啊，創造一啲領先嘅食物，好多外國人都去咗陸港度食嘢。嗰度有啲店鋪啊、海鮮啊嘅製造啊、蒸魚啊、嗰啲叫做清遠雞啊，有啲淡水嘅嗰啲河鮮嘅做法啦，用廣東式嘅做法做得到出嚟。呢啲咪兩岸嘅融和咯？呢啲咪我哋創造一啲嘢，咪創造無限嘅創意出嚟咯。所以就係話唔係話你一句就可以分裂到兩岸嘅，唔係話你一句可以分裂到兩岸。好。翻到嚟講香港啦，咁啊都講咗太耐，講幾多分鐘我哋呢度講咗15分鐘。係啦，跟住之後咁啊再講啦，咁啊翻嚟啦，咁啊講翻我哋而家近排又喊打喊殺咯，聽講又話咩要揾國安去搞李嘉誠喎，咁啊係啦，咁啊1950年夏天啦，咁啊呢個嘅呢個阿成哥啦，即係回顧翻佢以前嘅歷史啦，創立咗呢個長江塑膠廠啦，咁啊創業嘅資本咧係5萬蚊港紙嘅，咁啊部分咧係慳飲慳食啊，咁啊係即係叫做剩翻嚟嘅，咁啊大部分咧都係由親友借翻嚟嘅，咁啊佢由香港咧得到嘅外母啦，邱碧雲啦，咁啊跟住之後咁啊去到支持啦，咁啊係當其時最重要嘅出口商品嚟嘅，咁啊塑膠花嘅販賣啦，同埋呢個對此嘅經歷啊，咁啊李嘉誠係感慨良多啦。咁當年嘅長江塑膠廠咧，只係一間生產一啲普通嘅塑膠玩具啦，同埋呢個家庭日用品啦，即係好似紅 A 膠箱咁啦，都係我哋香港人嘅產品嚟㗎。咁啊經過呢個出口洋行啦嘅運銷呢個歐美啦，咁啊跟住就最初10年咧，10年間咧，咁啊佢每星期咧都工作7日嘅，做足7日嘅咁啊。跟住咧，每日咧係最少工作16小時嘅，晚上咧仲要係自修，即係因為係要自己去到即係叫做為咗自己豐富嘅知識啦。咁啊，跟住加上啦工廠工人啦，咁啊人手不夠啦，咁啊自己亦都要身兼賣貨啦，咁啊接單嘅工作啦，咁啊經常睡眠不足啦，朝頭早咧必須係要校2個鬧鐘先起床嘅，咁啊可説係每日最難過嘅時間啦，咁樣啦。咁啊1957年嘅年底啦，咁啊呢個嘅長江塑膠廠啦，咁啊集資招股啦，咁啊組成呢個嘅股份制嘅企業啦，咁啊轉咗名啊，咁啊轉咗名叫做長江實業有限公司啦，咁啊呢個嘅李嘉誠就任董事長啦，同埋呢個嘅執行嘅總經理啦，咁啊去到1958年啦，個長江公司啦，咁啊營業額咧咁啊超過咗1000萬港元啦，咁啊跟住就純利啦，咁啊利潤咧咁啊得到百幾萬嘅港元啦，122萬嘅港元咁樣，咁啊因此啦，咁佢啊得到呢個香港咧咁啊塑膠花大王嘅稱號啦，咁啊令佢叫做賺到第一桶金啦，咁啊佢
其後啦，咁啊1958年啦喺工廠喺工廠區啦，咁啊購入咗啲土地啦，咁啊興建咗一座12層嘅工廠大廈啦。咁啊1960年啦喺柴灣嘅又喺柴灣啊興建咗一座嘅工廠大廈啦。咁啊兩座工廠大廈啦，咁啊叫做面積咧，咁啊總共係12萬平方英尺嘅咁樣。1963年咁啊叫做4月27號啦，咁啊4月27號亦都係我哋嘅先總統啊，咁啊呢個嘅呢個嘅蔣經國嘅誕辰啦，咁樣啦係啦，咁亦都係生日啦，咁啊亦都係李嘉誠啦同埋表妹啦，咁啊莊月明咁啊結婚啦，咁樣啦，咁啊第二年啦，咁啊就生咗咁啊長子啦，咁啊阿李澤鉅啦，咁樣啦，係啦，所以就係即係佢嘅壯年嘅時候，咁佢嘅呢個嘅衝刺，咁我哋下一次先又會再講嗰個佢嘅事業嘅發展啦。咁啊早排咪再講上一次仲咪講咗話分階段控煙10招咁啊公佈細節嘅咁啊當局咧預料最快咧就明年咧4月1號咧咁啊禁止管有電子煙㗎啦咁樣。咁啊政府將會加碼控煙啦，咁啊據悉啦呢個嘅當局啦亦都係建議控煙10招啦，咁啊全港全數推行啦，咁啊但係10招嘅落實時間咧，咁啊則有先後次序嘅，咁啊醫衞局官員啦，咁啊亦都係接受呢個嘅報章嘅訪問嘅時候表示啊，預計啊最快明年啊4月1號啊實施呢個嘅首階段啊禁止呢個嘅管有電子煙嘅政策啦，咁啊佢又指出啦，咁啊電子煙啦，咁啊將會由呢個化學名詞啦，咁啊叫做業務化咗啦，咁啊對人體對人體有害嘅，咁啊禁止管有同埋使用電子煙嘅煙路啦，咁啊亦都係不會對旅客咧造成不便嘅，咁啊現行嘅法例底下咧不可以帶入境嘅，咁啊更加不可以售賣嘅咁樣。至於啦，咁啊坊間有意見啦，咁啊認為啦，咁啊禁加熱煙啦，咁啊會剝奪市民嘅知情同意同意啦，同埋呢個嘅選擇權啦，咁啊醫衞局嘅官員啦，咁啊有反批評啦，咁啊煙草商先係剝奪市民嘅知情權啦，同埋呢個選擇權嘅咁樣。咁啊，因為煙草商喺香煙加入呢個嘅香味啦，同埋加有呢個嘅糖衣毒藥啦，咁啊糖衣毒藥咁我就未聽過啦，咁啊即係煙草入邊加有，咁啊減少年輕人對吸煙危害嘅知情嘅機會啦，咁啊喺香煙中加入尼古丁啦、香味啦，咁啊增加上癮嘅機會啦，令煙民失去咗選擇權咁樣。咁我話明煙民啊點會即係選擇咧？咁佢都係即係想食先去食㗎啦，咁樣樣啦。咁啊政府亦都係今日啦25號啦，咁啊將即係上個月啦，係上個月25號啊，咁啊係舉行呢個記者會啦，交代下一步嘅控煙措施啦。消息人士透露啊，咁啊當局而會將呢個嘅建議啊嘅控煙嘅10招推行全港啦，咁啊10招會落實嘅時間表會分先後次序啦，其中啦喺老人院啦、學校啦、公共嘅交通工具啦，同埋指定嘅範圍裏面禁煙嘅，咁啊並會咧咁啊增加呢個相應嘅罰則嘅，咁啊應會優先於呢個第一階段進行嘅，咁啊出年4月啦，咁啊會係將所有嘅禁止於公眾地方吸食加熱煙啊另類吸煙產品嘅，同埋禁止管有另類嘅吸煙產品嘅，會視乎情況啦，會再推行啦。咁啊至於禁售薄荷煙咧，咁啊或者係加味煙咧，咁啊或者係加味水煙咧，咁啊暫時就未有呢個嘅具體嘅時間表嘅咁樣。咁啊講起嘅事情咧，咁啊琴日係咪啊阿黃嗰時係冇錯。琴日係大概咩鐘數度啊？大概中午度啊。係咯，大概係中午度啦，咁亦都係有街坊啦，咁亦都係你政府你管得到呢個嘅香煙啊，咁啊有嗰啲叫芬太尼啊，或者係嗰啲叫做嗰啲叫做太空油，又點去管制咧？
尋日就有一個女士咁啊揸住架銀色嘅保時捷啦，好靚嘅，喺我哋黃大仙區，咁啊係中午係喺中午至下午呢段時分到啦，咁啊係有街坊係影到係逆線行車嘅，車牌我唔方便透露啦，咁啊叫做喺呢個嘅蒲崗村道進入去呢一個叫做富山村，向住瓊山苑方向咧，嗰條咪有條路仔嘅私家路仔，嗰係咪個頭路嚟啊？嗰個，但係佢係逆線行車嘅，佢係逆線佢兜去出車嘅方向嘅，係好危險險象環生嘅。但係亦都有街坊好眼利嘅，見到係車裏邊白色 T 恤就留有長頭髮陶瓷曲髮嘅女士咧，係懷疑係精神失常嘅，同埋佢係嗰個手揸軚盤咧係揸唔穩嘅，所以就係話係咪懷疑呢啲唔係食香煙㗎啦，唔係食嗰啲叫做電子煙㗎啦，嗰啲係好有可能係值得有人相信係食太空油嘅，吸入太空油嘅，咁所以就係話你政府你點樣管制咧？咁你一日到黑就電視賣廣告有用咩？而家香港後生仔或者香港新來港嘅人士會睇香港嘅電視台咩？唔好話 ViuTV 啊，連 TVB 都唔睇啦。所以你話你喺個你巴士站嘅廣告，你政府嗰啲喺街上面嗰啲政府廣告欄嗰啲廣告，有邊個去睇啊？點樣去管制嗰啲太空油啊？太空油由大陸引落嚟嘅，嗰啲人去喺大陸買完之後，經羅湖口岸一日咁多人落嚟，羅湖口岸、文錦渡、皇崗、香園圍、沙頭角、落馬洲、深圳灣口岸，咁多個口岸落嚟，仲有港珠澳大橋入境嘅，翻嚟香港嘅，你點樣管制啊？問你，你而家香港嘅區議會、香港立法會，你有冇去處理啊？你夠膽管咩？你你翻嚟嘅個手身得唔得啊？手唔手到啊？係咪要最其實係要佢？其實你不如過機啦，即係你係要過機，你係可以去香港飛機場啦，你全部要經過過機先準翻嚟啦。其實我覺得咁樣會係好啲咯，所以就係話要了解下個情況係如何去到處理咯。做乜嘢分鐘。OK 好得講埋呢度咁啊，所以就係話尋日嗰個景象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街坊喺度議論紛紛㗎啦。我睇到個街坊個群我琴日工作緊嘅期間，我睇到個街坊個群組，咁啊嗰架車係可以逆線行駛嘅。咁啊，黃大仙嘅警區嗰啲警署嗰啲人去咗邊咧？咁啊，有冇人去巡邏咧？咁佢點樣算咧？咁所以就係話而家現屆嘅區議員有做過啲咩咧？咁樣咯，所以就係話香港人唯有都係真係叫做走翻自己嘅規矩嘅咋。咁啊，大佬你嗰啲大陸新來港嗰啲咁樣，每日即係唔好話咩啦。淨係我講緊我哋黃大仙，即係淨係講緊鳳德村，即係我都聽到啲街坊話，都有幾個家人啦，攞公屋嘅地單位去到買太空油嘅，鳳德村喺入邊啊，所以就係話，所以就話希望你即係希望即係而家嘅即係所謂嘅警察調撥翻啲資源過嚟，唔好嗰啲無謂嗰啲部門嗰啲咧，唔好搞啦，調撥翻啲資源嚟處理翻呢啲事情啦。係啦，第四咁啊，麥當勞欺凌事件啦，懷疑啦，咁啊即係一傳啦，咁啊拘捕咗一個16歲嘅青年啦，麥當勞快餐店啦，一名男員工啦向女同事吐口水啦嘅影片啦，咁啊日前啦網上流傳啦，廣泛流傳啦，掀起職場欺凌嘅熱播嘅熱議嘅，咁啊警方咧22號啦，咁啊晚上啦，咁啊涉嫌喺用普通襲擊啦，咁啊拘捕1名嘅16歲係本地男童嘅，咁啊警方表示啦，4月21號啦，咁啊喺下午接獲一名16歲嘅本地女童嘅報案啦，咁啊指發現一段啦，咁啊其有關嘅影片啦，喺網上流傳嘅，於是就喺北角英皇道238號嘅一間餐廳咧，咁啊要求將影片下架嘅，並要求警方咧咁啊到場協助嘅，咁啊經過進一步嘅調查之後咧，咁啊喺警方嘅22號嘅晚上啦，喺北角區啦，咁啊喺東區嘅北角區啦，咁啊拘捕1名16歲嘅本地男童啦，佢涉嫌係普通襲擊啦，咁啊
將該名嘅男童啦，咁啊涉嫌於呢個嘅2024年嘅11月啦，咁啊喺上址嘅員工休息室嘅內咧，對一名女童啦，因為瑣碎嘅事情咧爭執啦，並向其吐口水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叫做襲擊嘅行為嚟嘅，一個攻擊行為嚟嘅。咁啊被捕男童啦，現時係獲准保釋啦，保釋候查啦，咁啊並於呢個今月嘅下旬啦，即係5月下旬咧係要向警方報到嘅。案件交由呢個北角警區嘅軍裝嘅巡